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持续扩大，台病院嘛有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即嘛是统计讲，咱全台湾尚无有8间病院内底有确定病例，其中伫新北的阿东病院、高雄的仁惠病院、台北市搁一间西药剂的中心，原来感染状况较严重。 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19号证实有4位护理师确诊。病院讲有员工接到通知，讲最近接触过的朋友带伫网咖厝内人确诊，主动通知院方并且接受体检，结果有4位护理师确诊，目前认为不是院内感染。 比较像是他们有在某一天有到外出去看偏疾病哦，那到底是在院内的感染，还是说在外面的感染，还是有待商榷啊？那另外就他们的信息都比较高哦，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确认哦，到底这个是比较久远的一个感染，还是近期的感染？ 另外，台病院就医干部室的人员18发烧，采检了确诊。台安排全办公室36个人采检，有10个人确诊。那很不幸的，在这36名跟他有接触的同仁当中，我们筛选出来有10名是阳性。那这10名阳性的，我们就收住院。那另外这些跟他有密切接触的，虽然不是阳性，我们也都把他做隔离。 然后再观察14天。台宣布暂停所有手术加大医门诊的量也降低，不是紧急的病人延期看诊，也安排全病院6、7千位同事拢做采检。台北市联合病院上德院区有1位带伫咧网界药剂科的员工采检了确诊。 大概20位甲伊有接触过的同事，一切拢是阴性。另外，院内还有1位看护，因为发烧检验确诊。虽然这2例拢唔是院内感染，不过病院要增加院内体检的范围。伫台北就有一间血液中心的病人确诊，中心的员工甲病人快筛有4位阳性，即马可列11位工作人员甲67位病人居家隔离。 先看有没有办法媒合一些医疗机构来进行这个血液透析。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密集的检测，大概每2天做这个 PCR 的检测的前提之下呢，由这个被居家隔离当中的这个医护人员，还有这个病患来回到这个已经清消完毕的原来的这个血液透析诊所来进行这个血液透析哈。伫阿东病院院内感染，各传出有3个人离采阳性。 包括1位病人、1位病人的家属，加1位看护。阿东病院这边的院内感染已经有14例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透过 COVAX 平台采买第2批预防车，计共41万吨 AZ 预防车，伫昨下晡3点半左右已经送到咱的桃园机场。若是检验无问题，上紧1礼拜后会使开始注射。另外，消息嘛证实讲，咱嘛有摕到20罐莫德纳预防车，大约是200吨的量，算是测试的建本。 本土疫情增加，有风声当时到，大家真关心。食药署19下昼证实，有20罐总共200剂莫德纳疫苗标准测试品到台湾，会当先做检验风险测试的准备。给我们的话，最主要它是一个标准品啊。那我们之后都要做检验风险嘛。嘿，做检验风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标准品可以做比对。 因为我们之前就一直跟他们要嘛，都没有回应嘛，所以这次一块来，其实我们是也很高兴。标准品先来，是不是代表有风险就要来啊？食药署长吴秀梅讲，采购有一定的排程，也毋过有标准品来先做比对，但有风险真正来就会当加紧检验流程。 货柜自飞机顶摕来，直接运送到指定的领导物流中心，赶紧做风险检验。这是咱国透过 COVAX 采购第2批41.04万剂的 AZ 预防车，19下昼送到桃园机场。前线医护人员、高风险人员拢是优先处理对象。比如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运送可能确诊的一些病患，那相关在运送的人员都需要做适当的保护。 不管是我们集中检疫所，防疫的这些加强的一些防疫旅社，那或者就是说在采检的人员，他们都是暴露在高风险之下，
但是中共这批有风车期限是到8月30日，差不多1礼拜了就当做。行政院讲，40万剂有风车对台湾疫情会当讲是及时的帮助。因若国产的有风车也应该伫咧7月底进前就当强行。总统讲，无论是对外买有风车，也是咱国产的进度，拢伫咧掌握中。外国的疫苗国产研发的进度都在掌握之中。那么接下来指挥中心会持续妥善安排施打的顺序让民众能够有序施打，得到保护。另外，进行第一批买的31.62万剂 AZ 有风车，到19自过人有24万5008人，自过了的不良事件有596件，其中有36件是疑似自风车了的严重不良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部的疫情严重，新北市伫昨昏有新增加129例，其中伫中和上济有26例。新北市政府即马嘛公布讲病例数清在去过所在，包括新庄、中和、永和、邦桥甲土城拢有。所以即马嘛按算要伫社区加设社区体检站，另外会阁调1间旅馆做集中检疫所，所以会使增加183间房间。连续3天，新北市本土确诊数拢超过100人，5月19新增加129人，中和26例上济，邦桥甲新店各有22人，土城、三重埔、永和甲新庄也有确诊案例。我们的筛检站的能量，光昨天1天，我们就筛了3747人，累计3天，我们就筛了9343人，所以其实我们的筛检量不断的扩大，不断的裁剪，我们不断的把这个有确诊个案找出来。新北市13行政区原来就有17间接近病院体检站，因为疫情破开，新加设邦桥社区体检站，19个增加6省永和、更新甲土城3个社区体检站，也因为扩大体检站，确诊者人数也增加，对医疗量能来讲是一项考验。好友已宣布定向饭店作为集中检疫中心，来安置轻症甲无症状的人，会伫21启用。应验这些无症状确诊者跟轻症。我们今天特别征用了一个旅馆，有183个房间，1人1室，专栋专用，从5月21号启用，尤其有医护人员及警力前天进驻。进前好友伊捌讲遵4级警戒，按过指挥中心指挥官但市中讲，全国标准拢是3级。好友伊表示，作战方式会用调整，地方一定按照中央指引来做，按过地方权限会用提早准备，甚至扩大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日头增加，咱台湾的医疗嘛面对考验。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对外表示讲，伊是希望退休的医护人员会当转来第一线斗脚手，希望透过正人的力量，早一日控制疫情。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上升，台湾的医疗量能备受考验。台北市长郭文铁向退休的医护人员发出定职令，希望使转来到第一线斗3天来防疫。现在国家需要你们，你知道吗？来到防疫前线作战，那主要是要用在这个防疫旅馆啊、检疫所的一些病人的监看。非常希望我们有第2批的一个退职人员能够参加我们的一个第2批的征召。我们希望我们的护理人员共同来参加这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抗疫行动。退休的医护人员转来到第一线进前，必须经过1礼拜训练。上线了后，每8点钟会使领5000块的薪水。根据即阵的资料统计，确诊者有20%需要来到病院，其中只有4%会入去加护病房，剩的是全部送到检疫所加防疫的旅馆，需要医护人员来监测。10天了后 ，CT 值比30较大，才法度出院。而到底爱护掉偌侪人照顾？郭文铁坦白讲，即阵是无答案，请大家先报名。而对着台北市快速检查阳性率对上悬的11%降到5%，13到19这6天内平均是8.7%。郭文铁是认为台北市疫情是有控制掉的。我们快筛的比例从10%降到5%嘛，理论上要降到3%以下才能够有效，才是算说这个疫情在社区是有效的控制。那不过在这个5%以上，你只要一不小心，它还是会往上爬。所以还是要呼吁市民朋友，大家合作，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过关。
现阶段台北市的防疫旅馆是400床，刷来有计搁再增加400床，目标希望达到1000到1200床。台北市下令要求区域级以上的病院成立专职的防疫病床，以急成一般病床数的1/10为目标。相关的方案会在1礼拜内提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今日早起6点外，台南新营业新特制药关系企业生态合成公司发生火灾，火真猛，即马第一线也无法度通行。来关心台南市的消防局，伫透早的时阵有接到报案，随派大批的消防车甲消防人员去拍火，现场嘛一直传出爆炸声，也佫有真侪乌烟。根据了解，生态合成公司生产的是原料药，是新达关系企业。厂区地边是小瓦，火灾现场亲像是因为加速管破去，相对工厂气有沁出大量的乌烟。初步了解，内部即马是无人伤亡，嘛无人掉伫工厂内底，严格亲像是有毒气体外泄，这乌烟嘛飞甲边仔去，所以附近的乡亲爱设置空气污染。目前第一线也未通，所以暂时无法度通行，过路人嘛爱设置。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甲昨昏同款烧热，各地高温有36度以上。咱来看温度。今日敢若伫花莲、台东有阵雨，过到了后，宜兰西半部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天气真烧热。会到高温顶雨的所在比昨昏也搁较济，有15个县市拢会到高温的顶雨。其中伫南投、台南、高雄，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8度。另外，要提醒乡亲，伫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东南部有机会会透小风。若明仔载开始受风面的影响，北台湾各地山头西半部西北雨会较明显。要提醒乡亲，今日伫基隆北海岸、金门、马祖到大王，云会较低，影响能见度。来关心黄酸雨无来，即马水情也是真无乐观。恐怕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昏已经宣布讲，对21开始，桃园、新北的林口即马水情的灯号要转做柑仔色的灯号，进入第2阶段的限水。若准是到5月底，也是同款拢无雨水，安尼6月份开始，新竹嘛扩大限水措施。即马水情淡水堤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已经降到12%。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9宣布，5月21开始，桃园市甲新北市的林口水情的灯号调整做减量供水的柑仔色的灯号，进入第2阶段的限水。桃园市长李文才呼吁大家爱准则用水，互石门水库的水唔通死了遐紧。要拜托水利署以及台水公司那么北水南调的部分，那目前支援大南水厂一天是22万吨，我希望能够支援再多一点，让石门水库下降的速度慢一点。李文灿讲，这礼拜水情进入柑仔色的灯号，未来这水率要以2成做目标。另外备用的水源，包括地下水、放流水等等，全部拢爱启用。也若旱灾应变中心表示，为即马开始到5月31进前，水库的集水区累积的降雨量，若无到100米以上，为6月1开始，新竹地区会由减量供水的柑仔色灯号调整做分区供水的红灯，实施用水5天停2天。苗栗、台中甲中华北部地区会延长分区供水停水时间8点钟。6月1号开始，新竹地区就开始实施红灯的分区轮流供水。那这个的作业也可以减少对于石门水库的一个负荷。都惊真正无落雨，新竹为6月份开始会实施限水，会影响到新竹科学园区的生产。台积电表示，为21开始，针对新竹科学园区厂区的用水，会提早增加水车载水的流摆，嘛会严格管控厂区人员的防疫，来维持生产袂受到影响。世界先进嘛表示，配合园区管理的要求，会持续伫咧非生产的区域自主节水。其他的方面，水若是无够用，会买水来补，所以生产甲营运一切正常，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国内疫情大爆发，中华职棒的比赛即马无限期延赛。那安尼受疫情影响，资本按算要伫咱台湾举办5×1奥运野球资格赛，目前咱台湾嘛已经放弃主办权，要让互别人主办。若咱台湾敢有要去参加，即马也搁在评估。来看中国时报，本土疫情扩大，全台湾已经有关到第3级的警戒。新北市即马有出现全台湾头一个有警察去围钓的案例。
警界即马是烦恼讲疫情继续拖会袂收煞，所以目前警察有调整外勤的勤务，亲像是台北市1对19甲打已经5天拢无临检酒测啊。警政署长陈家钦即马是希望讲会当用上少的警力来防治，避免去违着的风险。警察要全力投入疫情调查。来看联合报，但国内本土疫情吃力，不少民众改伫厝内上班。也阁有一寡食头路人已经买好1个月1280块的月票，即马是无较赚，也阁放心无要紧。台北捷运甲高雄捷运拢已经宣布讲，伫疫情期间无用到的这个部分，会当按照比例来退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275例，有8例是境外案例，有267例是本土病例。伫新北市上济有129例，台北市有70例，彰化县有28例。因为国内疫情严重，疫情指挥中心马宣布讲，对昨开始到5月18，全国的防疫警戒要有关到第3级。而且，逐工拢要甲地方政府召开防疫会议，但市长嘛呼吁讲，社区的体检站是要服务接触史有出现症头的民众代行体检用的。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上升，伊阁新增加267例本土的个案，分别是男性127例，女性140例，卡列遍布10个县市，其中伊阁以新北市129例上最，中和区占26例，搁再来是台北市70例，艋舺区31例，彰化县28例，桃园市16例，高雄市8例。台中市5例，基隆市4例，宜兰县3例，台南市甲新竹市是各2例。有万华区的活动史的有87例，台北茶艺馆的接触史的有73例，那万华葡萄酒商的有28例，那某社团相关的群聚2例，进香团1例。不明感染源49例，疫教中的有27例。因为本土疫情真严重，湘北地区也继续有本土病例出现。为了加强相关防疫做法，指挥中心宣布，对即日起到5月28为止，提升全国疫情警戒到第3级，会要求地方的政府每天召开全国防疫会议，整合防疫的资源，也甲确诊者的卡列整合，为出热点区域正式检查站。这个区域是确诊人去最多的。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感染源，那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确诊来到而带来一个风险，所以在那个地方就要求一定要增加筛检站。对着本土疫情大爆发，指挥中心专家会议也决议，搁再放宽解除隔离的标准，一位确诊的带医者离发病日超过10天，而且CT值采检比30较大，就使解除隔离，回来到社区。一方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的资料，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目前的病房的需求会比较多，那所以不希望把这样其实没有什么传染力的病人还持续留置在医院里面，所以这 CT 大于30以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回到社区里面。有最近未少民众想要赶紧来检查，造成病院甲检查站大塞车，但是中呼吁民众，社区检查站是要快速找到社区内底感染者，以有接触史而且有症状的人优先，有活动史，也过若是无症状的人，会使自我来隔离14天。若是无接触史也无症状的人，就无检查的必要。若是为着求心安早去检查，反倒转去家己暴露在风险中。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行到地拢爱留电话徛名登记。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昨昏有公布一套简讯实名系统，只要用手机扫点击的 QR code 或简讯，5秒钟就当完成登记。超商外口广告，民众扫 QR code 就应将点击号码用简讯回传到疾病管制署的1922专线，互民众免惊会留着告知，也应用疾管局的 LINE 点实联制操作。19行政院会开线，政务委员唐凤就伫记者会公布这全国通用的简讯实联制，强调5秒钟就会当完成。这个系统呢，比起现有的实联制的系统，那大概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简讯完全免费，那一个不用加入会员，它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民众不会在店家留下个资，而且阳春的手机呢也可以使用。行政院表示，点击政府机关、交通运输拢会当用，中途开始代替高铁就会使用，也强调简讯是传送予系统业者，28天就会汰掉，点击也袂留资料。
全国防疫是真紧张，立法院的立委也开始伫办公室装实行会议的系统。那去年是有尝试过，立法院有尝试过用线上的会议，那就是没有牵扯到表决。那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说非常时间，大家尽量让议事和谐，因为现在真的是减少移动，这个是必要的哈。那也让中南部的立委可以不用上来开会。周春美表示，透过这系统，会当直接伫线顶签名、登记发言等等。立法院委员也会看到岛民用透明的房仔隔开位。目前立法院也咧规划，礼拜五伫议会结束了后，会做专议议会视讯会议的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6亿例，死亡人数有34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7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533例。中国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6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379万例，印度是超过2500万例，伫巴西超过158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6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7万例。来关心澳洲的疫情有较稳定啊？澳洲国内有一寡业者，即马是要求因的政府爱放零边境的管制。也毋过，因的总理莫里森是认为讲，即马讲放零也阁伤早，按算明年中才会开放边境。澳洲疫情有确定落来，过去一礼拜新增加确诊大部分在10例左右，也是以下。航空甲旅游业者以及大专校院拢呼吁联邦政府放宽边境的管制。不过国际疫情依然是真严重。总理莫里森则被表示，即阵讲放宽的做法依然也伤早咯。Well, I understand that everyone is keen to get back to a time that we once knew. The reality is we're living this year in a pandemic that's worse than last year. Right now, it's not safe to do so. 莫里森表示，只有在安全无问题的情形下，才会考虑予注射过疫苗的旅客来入境。即阵澳洲只是甲纽西兰实施旅游泡泡，若是要对其他国家来入境，一律必须立即检疫所隔24天，有计2022年的年中，才会对其他国家来开放边界。而墨西哥是积极注射新冠疫苗，其实已经注射将近2400万剂，目标在今年3月入冬进前，予所有人口至少注射1剂。为着予学校早日重新开放，当局选择要注射1针的中国空气疫苗，提供予国内300万名的教师来使用。另外，伫新加坡，官方在18宣布批准12岁到15岁青少年也注射辉瑞 BNT 疫苗。另外，当局调整这个策略，延长2剂新冠疫苗注射相隔时间，予更加侪人至少先注射头1剂，来增加保护力。而面对第3波疫情，搁再来泰国18位万国大约500名寺庙和尚，在当地病院注射中国科兴疫苗。泰国4月了后疫情上升，17日天就增加9600外例确诊，其中大约7成是来自家家互相相会感染。国际新闻林浩如编译。那美国总统拜登有打电话给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要求讲10天内爱结束甲巴勒斯坦的小战。不过纳坦雅胡是应讲感谢美国的关心，不过以色列做袂到。第二个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讲，目前对巴勒斯坦的行动，已决定要继续落去。אני מעריך במיוחד את התמיכה של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ג'ו ביידן בזכות ההגנה העצמית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במבצע הזה עד שיושג היעד שלו להחזיר את השקט והביטחון לכם, אזרחי ישראל. 美國總統拜登甲納坦雅胡通電話，要求以色列結束10天來甲巴勒斯坦的衝突。這是兩個人一禮拜來第4面通話。The president convey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at he expected a significant de-escalation today on the path to a ceasefire. Our focus has not changed. We are working towards a de-escalation. The president has said that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we end the violence, right? The suffering that we are seeing, Palestinian and the Israeli people. 以巴發生衝突以來，加沙族人佇國際媒體上聽見的是斬破的厝、消失的性命、暗暝轟炸的聲音，甲民眾的驚嚇。
根据一位埃及安全消息来源，讲双方原则上已经同意由调解员协调停火，不过内容依然保密。 שמענו אזעקת צבע אדום, הייתי בדיוק עם הילדה בשגרה של ארוחת ערב לפני השינה. 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进一步施加压力，是因为以巴冲突已经造成200人死亡，一直到19，也就是这边通话进程，两地咧尽量避免这种直接并且公开要求以色列停火场面发生。 美国官员形容拜登团队所采用的是安静、具有影响力的外交手段，包括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停火声明压落来。这种处理造成伊甲民主党国会议员之间意见开始无同，因为早就有几60位议员希望赶紧停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美国上大间的油公公司移民者过测时，互海客攻击，影响美国石油的运输。美国总统拜登也个专工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也毋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每日呢，这间公司也是付予海客440万美金，大约是代表1亿2400多万，代志才收煞。这间公司是强调讲，因安尼做毋是落冷，是替国家设想。 美国东部时间初7透早5点外，移民者公司的员工收到海客所拿来勒索的消息，讲电脑已经予因入侵。迄天暗时，移民者行政总裁布朗特就决定付赎金予海客来化解这场危机。移民者透过比特币公司付440万美金的赎金，换算代表是1亿2400多万，换电脑的解密停息。 华盛顿邮报报道，布朗特甲媒体讲，付赎金是为着要互油港赶紧恢复运作，也佫讲安尼先做是为国家做正确的代志。初7下，移民者就收到解密停息，不过系统重启过程正慢。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拢只是被勒索的公司，唔当付赎金予海客，因为安尼先会增加犯罪行为。不过，真侪受害公司为着要避免受到国家大的损失，尾也拢是付赎金。 拜登讲，这款海客是来自俄罗斯。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based on from our intelligence people that Russia is involved, 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actors' ransomware is in Russia. They have some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this. 俄罗斯境内的网络犯罪集团黑暗面公开承认代志是因做的。经过1礼拜时间重启油港，移民者公司派300人计算4.7万公里长的油港，确认拢无损害。 布朗特讲，虽然油港恢复正常，不过一寡业务系统也阁需要几个月时间恢复，并且要开几落千万美金。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波兰开始放宽防疫措施，阿姆斯特丹的安定区性工作者停业半冬了后，即马开始登记上班。 来关心有部分的国家要求入境爱假出过预防下的证明，日本即马是打算要提供证明，方便日本人出国。来关心英国的媒体报道讲，咱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有可能为着想要向中国提到预防下，打算要甲咱台湾断交。目前咱外交部当在注意。 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67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数目前计共1329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其中伫新北市上济，新北市的本土病例有592例，台北市有526例，桃园有82例，彰化县有58例，宜兰21例，嘉南17例。 高雄11例，台中有7例，新竹县、新竹市拢是3例，伫台南有2例，云林、苗栗拢是1例。这资料是疾管署伫今日透早上新的统计。来关心昨昏台中有新增加5例，其中有2例是大学生，因捌去过大卖场、东协广场、中友百货。 环保局已经针对这个所在展开大消毒，为着要控制疫情，即马出入台中火车头，旅客伫鞋仔底嘛爱消毒，希望降低病毒继续传。每期台中火车站的旅客将顺序打过消毒的水盘，降低胃底去爆着病毒的风险。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伫咧火车站出入口采胃底消毒水盘，内面是泡泡50杯市面上的漂白水。 一个防止跋倒的卡达珠啊，希望降低病毒的传播。
19新增加的确诊本土病例，大量市有5例，不过大理区进前找无感染源的2例已经确定排除感染。自去年到这嘛，大量市确诊人数是7人。4里面有其中的2例呢，两转阴哈，那就是解除确诊，他们已经不是确诊者哈。那所以今天中央通知我们是+5减2。新增加的5例，其中3例跟北部有接触关系，其中按235日跟中华水果商的歌唱班有接触史，按213是东海大学学生，除了有带做伙的室友，也去过大卖场甲东协矿场，按251的同学读朝阳科大，目前感染源不明。不过，伊去过东协矿场唱歌，甲中秋百货食饭，这么可列4位室友。病的来源目前还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案子是昨天晚上很晚。我们才接到通报，所以我们目前的疫调还不断的在进行当中。自19早起开始，相关人去过所在开始消毒，朝阳大厦甲江楼站的68位学生安排隔离，也延长远距教学到6月初8。市府也要求因去过所有店爱停业消毒，也规定开业内面的店只可能会当外早，袂用互人去伫咧店来食。记者综合报道。向头来中华来关心中华嘛新增加28例本土病例，其中有22例是前一天中华县政府家己就已经宣布的案例。上届主要病例是受普渡的搬伤，这个群组感染，即马是愈传愈开。防疫人员全副武装，伫中华溪湖这间公庙边成立临时的体检站。因为这波确诊的个案，甲包括溪湖在内附近3个乡镇有接触史的，是要到1000人。我们是没有怎样，只是说有确诊者，你本来就是反双的啊。确诊者你不分你要2米嘛，不大会惊啊，无来检验就袂使啊。里面是感觉真惊吓，因为都连真侪新的里长因翁仔某，嘛哪像是去唱歌全确诊。你若公用的，就是差不多是麦克风啊，毋是遐侪人，无因都大家做做伙啊。里长因翁仔某嘛是社区歌唱班的成员，这个月初8去食喜酒，甲卖水果的负责人坐隔壁桌。几啊天了后，社团聚会唱歌，地主互相烧话。除了前一天22个歌唱班的成员确诊以外，阁新增加3个歌唱班成员的家属嘛确诊。也若卖水果的负责人，伊确诊的大汉后生，是阁甲病毒为互去航肉店食饭的一家伙仔拢总3个人。确诊个案跟接触者共处一室，没有戴口罩餐饮。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接触，这个风险非常高。根据中华县府的疫调，这个伙仔3个人是伫咧初10暗时啊，甲确诊者伫咧同一个餐厅食饭。16的时阵发现行踪有病榻，17采检确定去画着。目前中华县到达累积已经有49个人确诊。卫生局表示，虽然目前医疗还有采检的能量拢有够，不过即马确诊者的行踪是遍布溪湖、埔心还有延前，这3个所在拢列入去重灾区。国军嘛持续支援清洁甲消毒。希望会当阻挡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嘛有公布8个本土病例，其中有3个也搁咧追查感染源，另外有5个捌去过湘北。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马是较烦恼，讲若准湘北的疫情继续遮尔严重，安尼高雄有可能会封扫掉，所以陈其迈嘛呼吁市民减少出门，若是要出门，一定爱挂喙罨。伫高雄前镇产业园区内底大丰科技，下晡也是有工人伫咧出入。公司证实，因为一个员工确诊，市府下晡公布这个确诊的个案是暗号2351，因为因老爸是确诊的个案2150，有绑架的女幼师。也若业者接到通知了后，嘛随甲厂区做大消毒。他接触的一个人的数量是很少的，那我们也紧急的通知了所有那个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呢。已经立即的在家就是做隔离跟观察。高雄一群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内底有5例有湘北相关的活动或者是接触史，包括高雄科大兼任教师，甲顶一日紧急清空的仁惠病院，因的一个护理师伫咧院内互画着。另外3例要查无接触史，不过其中一个6岁查某囡仔，因为2届采检是阴性，疑似是伪阳性的个案，所以排除确诊。他第一采是呈现非常弱的阳性，CT 值大概是33点多到34。那今天进行第2采，它呈现阴性的状态。
也若引起美术馆附近社区行乡的暗号252是保险员。高雄市卫生局讲，因为这个个案坎坷的关系，接触者较复杂，目前已经确定接触者内底有人有双北的旅游史，会继续调查感染源。一岛同命啊，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啊，好，但交通彼此的联系都是非常的频繁啊。光是一天这样的往来啊，从我早上有跟大家报告。大概60万人，大概有15000人曾经到过高雄。高雄新增加的5个个案，甲双北的疫情有关联，和市长陈其嘛是真烦恼。呼吁民众无就是买物件或者是倒粪扫，便若出门喙暗都要挂好好，若无一定会当来采罚。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第3府有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一对母仔囝，一个是80多岁的妈妈，还佫一个是60多岁的后生。这个60多岁的乌子嫂捌去过台北的艋舺，怀疑是因为安尼才怀着的。市府即马除了消毒，嘛要伫新营设体检站，若准下暑假民众会使去体检。消毒人员当全副武装伫咸水市场内面消毒，另外一边人员嘛来到确诊者来过的卡野地点详细消毒。日前指挥中心19号是公布，台南出现2起的本土确诊案例，市府是公布相关的卡野，新增的案例是按2355加按2428，2个人是母仔囝，按2428是因后生。5月2号甲5月7号2天，拢坐核心的客运对新营到沙林埔。东港是前往万华区来活动，伊伫5月5号、5月12号、5月17号3天是分别来过咸水菜市啊、牛墟，伊的老母按2355，5月14号是出现发烧的状况，家己食药啊。5月17号由因囝陪同就医，后壁是转介入去病院的急诊，2个人拢伫5月18号确诊。那以这个案例，它本身其实88岁女性是比较少外出了啊，所以我们匡列了61位接触者，居家隔离21位，自我健康监测40位，经采检其中有1位阳性是同住的家人，然后他陪按2355至医院就医，所以也因为匡列而被验出来是阳性确诊个案。另外，邻近的嘉义市嘛验出新冠肺炎的阳性案例，一名来自北部的民众，15号是坐高铁来到嘉义，一直到5月17号出现镜头，前往病院采检是阳性。伊伫嘉义地区活动2天的地点，嘉义市环保局嘛已经消毒了啊，但因为案例并不是嘉义人，因此未得入去嘉义市的个案。5月15号，有北部民众搭高铁到嘉义那经过我们的采检发现是阳性个案。好，那阳性个案我们现在已经送到 CDC 指挥中心去确认。那不过相关的疫调工作都已经展开。好，那有些清消消毒的工作，还有居家隔离的判定，我们都已经通知。台南市府嘛呼吁，若是前期是出现伫个卡野活动的民众，爱进行自我的健康监测。而新营检验站19号嘛开始运作，但是民众有去用登记站，或者是去过高风险地方卡野的人，会当去检验。卫生局嘛高声呼吁，台南出现疫情，前期民众都要落实勤洗手、刮喙炎，避免出去人口真侪的场所，或者是高感染传播风险的场所。记者王正云、林伟霆，台南嘉义综合报道。即阵啊，国内本土疫情愈来愈严重，有风声讲有一寡病院的医护人员想要食饭叫外送，转防拒绝，所以有民众发起先锋队，要照顾病院医护人员的3顿，用行动鼓励医护人员。同仁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叫 Foodpanda， 没办法叫 Uber Eat， 因为没有人要帮他送，然后他也没有准备餐点，最后是由同仁分1半的便当给他吃。因为这句话，原底伫咧做餐饮顾问的庄大文决定发起病院3顿先锋队计划。伊表示，这个计划希望帮助的，唔但是医护人员，也佫有因为疫情生理受到影响的食食店头，提供的服务嘛无要收钱。我们这一次分成2个主要计划，第一个是将你可以自己外送的餐厅归类在友善外送餐厅，另外一个部分是餐厅联盟。加入餐厅联盟有几个重要的条件，比如说你自己没有能力外送。那第2个条件是，你必须为我们设计出价格为100块的餐盒。位地图就会使看到青色标志是外送优先餐厅，是愿意家己外送到病院的店头。
即阵差不多80几间，毋是标志是目前当咧准备的餐厅联名，是无法度提供外送服务的店头，但是会使提供食物，互愿意出动的民众外送到病院。即阵差不多有101间，目前愿意提供外送服务的民众差不多20几个。庄大文讲，原本18已经有启动餐厅联名的外送计划，送一寡食食到联合病院、和平院区、甲中兴院区，不过目前反应是无介热烈。我们有一点像事实查核，我们不断的确认网友们送来的讯息，某某医院没有人愿意外送，那我们去一一跟各个医院的社工科来查证这些事情。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事实上现在双北地区的医院，我们还没有很严重的状况，是医师人员是饿着肚子的。庄大文表示，病院的医护人员若是有需要，会使透过地图找到外送优先餐厅，直接订外送。目前餐厅联名的部分，因为病院的需求也无真悬，又搁伫咧准备的阶段，若是病院有需要的时阵，就会来出动。记者郭碧君淡薄路台北报道。疫情食咱嘛影响一寡餐厅的生意，新店有一间餐厅的头家，即马在带员工包肉粽，希望渡过难关。实验，那现在？因为这疫情突然爆发，所以就整个实验我们都停止了。餐厅内底空，敢若剩椅仔甲桌仔，原本已经摆好要请人客喜酒，当着疫情滚价，全部取消。餐厅头家讲，这波影响实在有够大。全部已经延后了。那一般的喜宴啦，或者是旅游餐各方面的话，也全部都延后了。所以感觉上起来是比去年比较惨一点。头家讲，餐厅员工有的已经在这做几啊冬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经营落去，所以伊想出甲员工做伙把肉粽来卖，希望会使增加收入。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起码有工作做啊，休息就没钱赚啊。租金啊，还有一些管销费用啊，种加起来的话，一个月的费用啊，应该也介在200万左右。你撑不下去，当然我们就是大家员工大家就是脑筋激荡一下，看往后啊，端午节过后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继续来经营来做的嘛。疫情对去年到年初，原本想讲真无简单，再恢复生理，想不到这波更加严重。或者讲，希望原地名声还佫用了实在的肉粽，会当甲老主顾留落来，加减帮助餐厅甲员工渡过这个难关。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疫情改变生活形态，外送甲早早即马长兴。法国有高级餐厅高部长嘛爱推出外送服务，若有的餐厅规气改卖便当来度小过。有法国的总铺师即马就怨叹讲，法国人的食食文化是讲究有路运啊食，也毋过即马强要互大量的外送甲快餐灌过。虽然因为疫情封锁，这间法国餐厅要互人客伫咧厝内食到的外送，甲伫咧餐厅食到的同款，不用用过就单调的鸭装的便当，是煮好了规鼎送去恁兜。We burn it, and then we trap all the smoke, all that flavor in the pot, and there you go. It's practically ready to eat. 这种高级的外送，伫封锁期间，互这间餐厅也有成立，也毋是做顶级较低外卖，因甲高级的外送服务应用程式 TikTok 合作，找到较重视用餐体验的人客，用这个高级平台叫餐，就要45欧元，外送代票1000外块，也个押金。虽然物件送来是冷的，也毋过只用手机扫外包装顶头的条码，总部师就教你安怎烤烧。We're different from Uber Eats and Deliveroo in that we want to be a platform dedicated to quality gastronomy. 法国料理世界有名，不过产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年损失311欧元。令接触外送的趋势，也个出现这种幽灵灶卡，也就是无店面，专门伫咧替外送平台做快餐，或者是为几类品牌代工的中央厨房。因为食材甲做法拢真单纯，出货速度真紧，成本压低了，迄日就提悬。同款是做外送，
业者希望会当用手工料理的气味，甲人客过好调。 Dark kitchens are useful and shouldn't be banned, but they're predators. This is the Amazonification of hospitality. 虽然真侪法国人已经等袂好，想要登去餐厅食饭，享受社交甲亲友的聚会，不过餐饮业已经出现彻底变化，网络平台甲实体之间的竞争会继续落去。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那伫南美洲的阿根廷，毋若爱对抗疫情，因国内的物价直直起，嘛是一大问题。为着要防止钱愈来愈薄，因的政府即马是限制未来1月日牛肉袂使出口，要来压物价。毋过这是引起肉品业者的不满，呛声讲要罢市，表示抗议。伫阿根廷的牧场内底，因讲每工拢会使看到即款世界拢是牛的景象。根据统计，阿根廷平均每年所杀的牛的数量达到1300万只，超过台湾人口的一半。牛肉年产量大约是280万吨，经由各买入平价换算的产值达到50亿美金，是阿根廷农业甚至是整体经济重要一环。 因为近10年来物价继续大起，起伏拢在2位数以上。2020年的估计通货膨胀率虽然是在2019年的53.9%以下，也毋过也是有42%。阿根廷政府认为，要甲2021年的数字控制在30%以内，一定要对占消费上大宗的食物价销来落手。所以，伫当地时间17，政府宣布暂停牛肉的出口，期限是1个月。而这种的做法，自然引起肉片的业者是感觉真不满。 de carne por el problema que tienen con la peste porcina africana. Realmente es una pérdida, es volver a tener pérdida de credibilidad en nuestras exportaciones y seguramente le va a generar problemas a los exportadores porque a China se comercializa vendiéndole el 20 o el 30% pago por adelantado y el resto se paga con la documentación de embarque. 对这数字来看，阿根廷牛肉的出口量甲金额分别占整体产量甲产值的29%甲10%到14%，所以业者认为出口的禁令对市场的行情影响是有限的。 El precio de la carne en la semana próxima no va a tener grandes modificaciones, va a haber un abastecimiento medianamente normal, no van a caer los precios. 业者认为，政府应该考虑的是设法提升产能甲产量，推出外销禁令根本是无毋对方向。阿根廷国内4大肉类商业工会已经达成共识，要对这个月20开始连续罢市8天，表示抗议。记者自综合报道。为着要降低污染、减少车祸、增加空间，即马伫德国的首都柏林，当地团体当地推出一项无车的公道案。 即马在进行联署，伊是希望伫2027年禁止公共运输以外的车辆进入市区。推动柏林无车公道案的团体，伫莱比锡大街向市民宣导无车的好处。为了要互这项倡议成案，就要伫6个月内收集到2万市民的签名。政员署成立了，结果进入第2阶段，伫4个月内要有17万5000位市民签名，公道提案才会当成立。最后，至少要有25%的市民同意。 Die Leipziger Straße ist ein sehr gutes Beispiel dafür, wie viel Platz uns eigentlich verloren geht. Das könnte genutzt werden für Grünflächen, für Spielplätze, für breite Radwege. Hier könnten all die 10.000 Leute, die hier in der Umgebung wohnen, mitentscheiden, was sie hier gerne hätten, was sie hier bräuchten. Und es wäre nicht nur sehr viel ruhiger und sehr viel grüner und angenehmer, sondern es würde öffentlicher Raum sein, der den Leuten wieder zusteht und der nicht vollgestellt wird mit dem Auto. 伫即马柏林这个市中心的文化甲商业中心，废铁的大街车袂使入去。参与附近也几落的区增设脚踏车专用道，市府也正伫咧进行脚踏车高速公路的计划。市中心的停车场使用费也起价，鼓励市民加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另外，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甲绿党也伫参与提出一项交通转换的计划。 What we want to do is we want to create the world's largest auto-reduced area in the world. So that's 85 square kilometers. And really, it's about asking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do. So that's why it's a referendum. And we need people's signatures to go ahead with the referendum. 柏林无车公道案
按算伫12台，甲市中心的汽车数量减少8成，无特殊的许可证，袂用开车入去柏林市中心的路。2027年开始，居民一年只个人开车12抓，过来降做6抓。当然，行动不方便，加病人也个无法度坐大众运输工具上下班的人是无受这个限制。不过，反对者真像是德国汽车协会是批评无车公投根本就是一个剥夺公民的行动力加行动的权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甲昨昏同款相热，各地高温有36度。过昼了后，伫宜兰西半部的山区有地接雷阵雨。明仔载开始，阁有方面的瓦见，伫北台湾甲各日头山区，明仔载西北雨会较明显。乡亲出门爱记得早雨码雨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1度至33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